大家有冇留意到，其實輕鐵電線桿上面有一串奇怪嘅數字，有啲係075，有啲係220，有啲甚至係468。究竟呢啲係咩嚟嘅呢？仲有啦，就係輕鐵路線嘅編號來源同埋售票機數碼嘅取碼方法。睇完呢條片，你就會知道：一、輕鐵嘅數字同英文代碼；二、輕鐵路線編號係點樣嚟；三、售票機數碼嘅取碼方法。歡迎再次收睇鐵士鐵中嘅合作影片。要令大家等咁耐，真係唔好意思。喺第一集嘅時候，我哋同大家講過重鐵系統嘅車站代號、路線代號，同埋簡單咁講咗售票機數碼同指示牌編號。今集我哋要講埋輕鐵嘅代號同埋售票機數碼嘅取號方式。未睇上集嘅朋友，記得撳入右上角嘅呢度睇返，否則你就可能會唔明今集講緊啲乜啦。事不宜遲，我哋馬上開始。首先，等我哋為大家介紹輕鐵嘅車站代號。每個輕鐵車站都會獲分配一個數字代號同埋一個英文代號。首先，我哋會同大家介紹數字代號。數字代號係由3個數字組成，最後尾通常係0，而兩個站之間嘅數字代碼通常會相差10。咁我哋就講下佢點樣排序啦。首先，我哋會沿住輕鐵611線嘅路線，由屯門碼頭站出發，由001開始，沿住路線北行，就到美樂010、蝴蝶015、輕鐵車廠020，一直到屯門醫院嘅090，最後小康就係18啦。當中有啲車站係以5為尾，例如蝴蝶站係015同埋蔡爾橋嘅075。至於點解係以5為尾呢？我哋都唔係好清楚，網上亦都冇相關嘅資料。其中一個可能嘅原因就係規劃初期唔設呢個站，去到後期先至加上，所以代號就喺前後兩個站中間啦。接下嚟就係由兆康18經過鳴琴200，一直去到銀圍230，然後由001屯門碼頭開始，喺一個站兆禧240上到去新發290。新發站即係屯門站嘅前身，屬於地面車站。舊廣西鐵通車嘅時候，呢個站就遷移到屯門西鐵站嘅位置，而代號亦都改咗做295。呢個亦都係唯一一個目前已知嘅代號尾數唔係0嘅原因啦。屯門支線通車之後，614線由屯門碼頭起步，去到杯渡300、何福堂310、屏山400、410同420就可能係預留俾朗屏支線，而其餘就留俾天水圍支線。跟住由560水邊圍繼續一直去到600嘅元朗，而天水圍支線嘅路線代號規律未明，就唔詳細講啦，可以參考翻呢幅圖。跟住就係輕鐵嘅英文代號啦。輕鐵英文代號嘅取號方法同我哋之前所講過嘅港鐵重鐵車站相似，基本取號方式同樣係1字頭3、2字21、3字各1。輕鐵嘅英文代號其實係喺兩鐵合併之後先至取號嘅，所以就會採用2010年6月13號之前嘅站名啦。例如屯門碼頭站前稱 Ferry Pier， 所以代號就係 FEP。除咗呢啲之外，同樣比較特別嘅取號方式就係以天字為開首嘅車站。由於天水圍有大量以天為開首嘅屋邨，為咗方便取號，呢啲2個字嘅車站除咗天池同天耀之外，就會利用 T 加第2個字嘅頭2個字母嚟取號啦。輕鐵嘅比號方式亦都同重鐵一樣，例如兆禧站因為同屯馬線兆康站代號 SIH 重複，就改咗用第1個字嘅頭字母同埋第2個字嘅頭2個字母，組成 SHE。 如果都重複嘅話，就採用第1個字嘅頭字母同埋第2個字嘅13字母。3個字嘅站名同重鐵重複嘅話，就會利用頭1個字嘅頭字母同埋第2個字嘅頭2個字母，例如青山村就係 TSS 啦。然而，因為九鐵嘅路線代號係以 R 為尾，就例如西鐵 West Rail WR 咁，所以遇到 L 為尾係唔會避號噶。
不過代號都係唔可以同鐵路設施簡稱相撞，例如屯門泳池站 TSP 如果用普通方法取號嘅話，就會同總站 Terminus TMS 相撞，因此就要改做 TSP 啦。另外，同港鐵嘅車站代號一樣，係唔可以同其他路線或者車站撞號嘅。值得一提嘅係，輕鐵嘅車站代號係唔會因為同路面交匯處嘅代號相同而避號，例如蔡爾橋站 CYB。雖然蔡爾橋路交匯處嘅代號都係 CYB， 但係蔡爾橋最終都係採用咗 CYB 做代號。如果車站係屯馬線嘅轉車站，代號就會以 L 為尾，代表 Litewell， 以作區分。而第一2個英文字母就係車站名嘅頭2個英文字母啦。例子有兆康站兆康 SHL。有不過屯門站因為會同屯馬線撞號，因此放棄使用呢種取號方法，並改咗做 TMU。接下落嚟，等我哋同大家介紹一下輕鐵各條路線嘅取號方式啦。早前喺 Flash 我哋見到有人問點解輕鐵淨係得8條路線，唔好似電車咁採用1、2、3、4號線咁命名呢？其實輕鐵路線嘅命名方法係非常之有組織同埋規律㗎。如果運用得當嘅話，係可以方便街坊記得路線大概係由邊度去邊度。只不過因為2003年輕鐵重組計劃嘅失敗，原本諗住一齊重組嘅輕鐵路線編號，因為淨係得天水圍成功重組，所以出現咗混淆嘅情況，甚至連唔少嘅鐵路迷都有所誤會添。我哋發現唔少鐵路迷都以為輕鐵號碼嘅第2個數字係解長途或者短途。呢個概念喺元朗或者屯門線都可能正確，但係去到天水圍就唔啱啦，因為天水圍嘅路線係喺2003年之後經過重組㗎。我哋講講03年之前嘅路線取號方法。喺呢一組取號方法入邊，路線代碼嘅頭2個字係解呢條線嘅路線種類，50就係解屯門區內線，61就係解來往元朗同屯門嘅路線，而72就係解天水圍嘅區外路線。而最後嘅路線就係順次序編排，由0或者1開始去到9，有啲路線最後仲會加上一個 D 解做 Depot， 代表來往散石灣嘅回廠短途路線。通車初期嘅時候，來往元朗同屯門碼頭嘅611號線係有來往兆康同屯門碼頭嘅短途路線511，作為夜晚611收車之後嘅替代方案。跟住落嚟就係2003年輕鐵重組計劃入邊嘅路線代號改變啦。喺重組計劃之下，路線頭2個字母改咗做路線來往地方嘅編號，屯門係5，元朗係6，而天水圍就係7。而順序就係大嘅喺前，細嘅喺後。例如屯門區內線變咗做55開頭，來往元朗同屯門嘅路線改咗做65開頭。而循環線嘅第2個數字就會用0啦，例如天水圍南循環嘅701。所以我哋就可以知道路線751係來往天水圍同屯門之間嘅路線，706就係天水圍區內嘅循環線。喺呢啲3位數字後面，有時會加上一個 P， 例如 506P、751P 同 761P。P 嘅意思原本係分支線，例如 751P 係751嘅分支線，614P 係614嘅分支線，而 761P 就係原本來往元朗同天榮嘅761嘅分支路線。呢啲路線只會行走原本路線嘅部分區間，有啲亦都只係會喺特定時間提供服務。但係去到2020年代，港鐵為輕鐵新增咗特別路線，例如 506P、507P、721P 等，採用咗原本嘅取號方法，又加咗 P 字嚟做區分。呢度嘅 P 就解作特別路線。然而 506P 同 507P 並唔係行走原本嘅路線區間，而係有少量改動同埋延長。當然 506P 嘅路線同506其實有頗大嘅區別，係咪應該仲繼續要叫做 506P？定係改做重組計劃入邊叫做嘅552或者係552P， 避免居民混淆呢？上次我哋同大家講過少少有關售票機數碼嘅基本知識，但係因為嗰陣時我哋仲未太清楚佢嘅規律，所以冇詳細咁講。上條片出咗之後，我哋成功破解咗部分嘅謎團，再託一位觀眾嘅福，發現原來同二進制都有關係。而家就等我哋同大家解釋售票機數碼嘅運作原理啦。
售票機數碼係由路線嘅下行終點去到上行終點嚟排序。首先係九鐵嘅號碼，東鐵預留咗000去到031，亦即係二進制嘅00000去到011111，由紅磡000去到羅湖012上行順序排列。因為較遲興建尖東站，所以亦都唔可以排喺紅磡前面，最後選擇咗排喺落馬洲014之後。馬鞍山鐵路就預留咗032去到047，亦即係二進制嘅10000去到10111，由車公廟032排到去烏溪沙039。西鐵就預留好048去到063，亦即係二進制嘅11000去到11111，由南昌048去到屯門056順序排列。柯士甸站047因為比較遲興建，所以就擺咗喺南昌前面啦。去到地鐵時代，除咗064因為不明原因空置之外，其餘都係按照開通線路先後次序排列。修正早期系統由中環065去到觀塘079排列，太子站除外，因為太子站係跟荃灣線而唔係修正早期系統通車，所以放咗喺觀塘之後。荃灣支線就由太子開始去到荃灣結束，港島線亦都緊隨其尾開通，由上環090去到柴灣101西至東排列。不過港島線未通車嘅時候已經存在嘅車站，當然就唔會俾多個曲佢啦，例如中環同金鐘。再之後觀塘線增加藍田站102，再到機場核心計劃之後，東涌線通車，由香港103去到東涌107排序。機場快線其實預留咗香港108去到機場111，但因為機場快線售票系統獨立嘅特殊原因，依然空置。後來將軍澳支線由油塘延伸到寶林116，隨後新增設置南昌站117。迪士尼線就係欣澳118同埋迪士尼119。機場快線延伸到博覽館120，同樣因為機場快線原因而空號。最後兩鐵合併之前嘅最後一個地鐵項目就係將軍澳支線嘅康城站採用121。喺兩鐵合併之後冇耐，港鐵就開始沿用呢個售票機號碼系統，將頭先提到嘅地鐵代號加入呢個數碼系統。港鐵可能係為咗活用東鐵預留號碼中空置嘅部分，其後嘅鐵路項目同樣按照開通線路順序排列，放入頭先提到嘅空置部分。港島線西延由西營盤017向東延伸去到堅尼地城019。觀塘線延線新增何文田020同埋黃埔站021。南港島線通車由海洋公園022去到海怡半島025。到咗最近嘅沙中線新增車站，屯馬線新增咗顯徑026、啟德027、宋皇臺028、土瓜灣029，最後去到會展030啦。哇！呢條片話咁快就完咗啦，唔知大家有冇對呢啲代號增加咗認識呢？同樣地，如果你睇完個腦就嚟核爆咁嘅話，歡迎再睇多次成條片。另外，而家你只要沿途望出車外嘅編號，就可以知道編號背後嘅故事。如果你覺得我哋呢條片幫到你嘅話，記得 like 幫我哋兩個 channel subscribe， 同埋喺 IG follow 我哋，支持我哋繼續創作更多有關鐵路嘅影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